我瞅瞅什么？哎呀，哎，这当然是啊。怎么？看看这是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呦，浩儿，来啊 ，I'm sorry，very very sorry。啊，不好，妈妈回去给你喂奶奶好不好？哎呦，不哭。成何体统！哦 ，sorry， 浩儿乖，不哭啊，回去妈妈给你喝奶奶。哦，不哭啊，乖。啊，不哭。皇上，乖。Sorry，I'm sorry，I'm very very sorry。好了。来，对，不哭了啊！好了，乖。你们还有何事要说？皇上，这小皇子与您在一起，恐怕不妥吧？是啊，这说的是有何不妥？你们这些大臣，专揪着迂腐的规矩不放。浩儿是朕的独子，更是你们将来要辅佐的君王。他在这儿，有何不妥？哎呀，浩儿，可这脾气是真说话，你说看，我去。你们刚才说了那么多，朕全都听懂了。北漠对我南下边疆的滋扰，并非一朝一夕，朕一直谨记于心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，领土问题，寸土必争。我们与北漠早晚是要做一个了断的。即便他强拆了我们南下的一座房子，还是偷了一只羊，朕都要悉数讨回来。出征北漠，事关我朝前途命运，意义重大。朕心意已决，今日起，若再有人妄自议论北巡之事，必当严惩。出去。都是真严呐。乖。皇上，您在议事厅里说浩儿会成为将来的君主，我觉得有点太突然了。一点都不突然，朕早就有此打算了。我觉得您这句话说的太早了点儿。皇上您还这么年轻，将来会有好多的儿子，万一出现一个您更喜欢的，您说到那个时候您该怎么办？我们浩儿该怎么办啊？你这个人真是古怪，朕要将皇位传给浩儿，难道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吗？你为何要说出这样的话？我当然是为了我儿子着想了。自古以来，为了皇位，父子相继、手足相残的事儿不少发生。我不能让浩儿小小年纪就经历这些，这完全不利于儿童的发展和长个儿。你说的话，朕会再想想。皇上，我知道您对我好，我看得出来。废话少说。今日，我要教你批阅奏折。批阅奏折多无趣啊！你也累了半天了，还是早点洗洗睡吧。大白天的睡什么觉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一起做。更重要的是，哎呀，您突然说的这么露骨，人家有点接受不了。坐下，你看看这个。OO叉叉，齐生这是在暗示我。欧巴，
你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啊！这奏折的批阅，代表准阅否议4个字。批阅奏折的时候，对这4个字的运用一定要精准。准就是一个圈，否就是一个叉。你觉得不值得讨论的，就是阅；你觉得难以处理，需要有大臣跟你商讨的，就是议。你听懂了吗？就是你情我愿，干柴烈火，要电必连吗？张鹏鹏，你脑子里整天都在想什么？你难道不明白，朕对你这般苦口婆心的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吗？主要是您总是态度暧昧，用词不当，害我总是误会您的意思。原来叉叉 OO 是这个意思，人家还以为你在暗示我呢。张鹏鹏，你能不能严肃点？看来朕得对你严苛点，你才能没有精力整天胡思乱想。欧巴！欧巴！你别写了，别写了，别写了！娘娘，你今天的量已经完成了，您快去睡觉吧。我原本以为啊，齐胜这是拿栽培我当借口，故意来和我谈恋爱的。现在看来，他这是要整死我呀！娘娘，皇上既然对您苦心栽培，您就听他的话吧，要不然您要完成的任务将会越来越多，那样的话，您就永远也完不成了。求推导，怎么就那么难呀？